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微講下標。今日又揾到啲筍嘢介紹俾大家。第一隻咧就係八雀 Emprado 系列嘅 XL size 陀飛輪。咁啊18K 玫瑰金36mm 嘅標徑。咁啊標面有放射紋啦，中間就貝殼標面啦，有翻佢呢個系列本身八雀嗰個標誌啦，40小時嘅 Power Reserve 啦，用翻自家嘅上鏈機芯，18K 玫瑰金嘅接扣，呢個標咧係專門店款嘅，普通代理係冇得賣嘅。咁啊定價咧係140幾萬，依家有一個超級優惠價，係非常筍。如果呢個標有興趣嘅標迷咧，咁就要麻煩落嚟門市或者 WhatsApp 我哋61279284嚟同我哋傾傾。因為專門店款啦，呢個超筍價就唔方便喺呢條片度同大家講。如果有興趣嘅標迷可以落嚟門市或者 WhatsApp 我哋慢慢傾。呢一隻咧都係八雀 OutDeep Panel 系列嘅18K 白金計時40mm 標徑，一圈鑽石，同埋有 GMT 兩地時間 ，GMT 計時都係用自家製嘅上鏈機芯啦，18K 白金扣。呢隻都係超筍價，原價咧係34萬9，依家超級優惠價144800。咁依家金價咁貴啦，呢一標係有77個 gram 嘅。而另一隻係世嘉彩繪熊貓，都係18K 白金殼40mm 嘅標徑。咁啊標殼嘅鑽石咧係有7卡幾，咁標面有3粒識轉嘅，就每粒50份，所有嘅鑽石都係附有呢個 GIA 證書。標面個熊貓咧係用彩繪，人手畫完再燒嘅。咁但係佢就唔係透明底，係做密底。標底一樣有翻佢世嘉嘅signature。襯翻18K 白金嘅接扣，個扣都有石。男女都戴得，戴出嚟相當有品味。個原價咧係178萬，而家超級優惠價49萬8，就要帶佢翻屋企。而另外一隻咧係 Franck Muller 18K 白金高溫珐琅標面，而啲數目字咧都係黑色嘅高溫珐琅。標號係18K 白金，跟住挑黑數目字，然後再填上陶瓷，再打磨，係25週年嘅紀念版。大家睇到標號22同埋5咧係特別突出嘅啦，嗰兩個字係比較正規嘅。而標面咧亦都有25個字樣。個標底亦都有刻住25，咁啊配埋18K 白金扣。大家知道高溫珐琅標面都
比較難做啦。係啦，呢個標定價咧係21.6，依家超級優惠價79,800。如果有興趣嘅標迷，可以 WhatsApp 61279284同我哋傾傾，或者親臨我哋尖東富豪酒店恒優標行落嚟睇睇。有興趣嘅話，如果對隻八最有興趣嘅標迷，可以落嚟同我哋傾一傾個價錢啦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次嘅分享，麻煩 share、like 同埋 subscribe，多謝大家。